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晴晴，歡迎你哋嚟到我嘅 channel。今集呢條片就會帶大家去香港尖沙咀又一城同埋黃竹坑行街，尤其是有期間限定嘅生蠔 BB。我而家就位於香港尖沙咀 K11 鴨魔商場，等我帶大家睇下呢個商場有咩睇先。K11 鴨魔係香港尖沙咀大型商場之一，樓高6層，由新世界發展，不時都會舉辦唔同嘅市集俾大家行街㗎。要嚟呢個商場，交通都好方便㗎，就搭港鐵去到尖沙咀站嘅 D3 出口，或者尖東站嘅 N4 出口就可以直達㗎啦。一入到嚟商場就會嚟到 B2 層，呢一層就有間好大嘅 Pop Mart。最近呢一間鋪嘅櫥窗仲裝修咗以 Molly 嘅港式冰室為主題。呢間 Pop Mart 都展示咗有唔同嘅 figure 同埋大量嘅盲盒。B2 層嘅中庭不時都會有唔同嘅快閃店，最近就有呢間可愛嘅公仔鋪頭，鋪頭擺咗好多企鵝同埋可愛嘅食物造型公仔。上到嚟商場嘅 B1 層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甜品鋪，尤其推薦呢間 Smile 嘅 Froyo。2樓仲有間 Flash 嘅韓國人氣自拍館。嚟到3樓就一定要行呢間好大嘅玩具反斗城，呢間分店係全亞洲首家生活玩趣概念店，入邊有好多卡通人物，尤其是係有 Lulu 豬。3樓仲有呢一間選物店可以行，入邊有好多唔同嘅盲盒，同埋有 Chiikawa 嘅掛件。我而家就嚟到香港又一城嘅商場，最近呢度有個生蠔 BB 嘅快閃，等我即刻帶大家睇下有咩睇先。由10月24號至11月13號喺香港又一城嘅 LG 2層就舉辦咗全港首個生蠔 BB 嘅快閃，現場有個成4.2米嘅生蠔罐頭打卡位，仲有間期間限定嘅快閃店，裏邊有大量日本直送嘅生蠔 BB 商品，包括有文具、飾物、家品同埋潮流精品。如果你哋都係生蠔 BB 嘅粉絲，就快啲嚟又一城打卡啦！商場入邊都佈滿咗好多生蠔 BB 嘅蹤影㗎。又一城仲有間超大嘅 Lock On 啊，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潮流玩意，例如有 Care Bears、Lulu 豬、Chiikawa、小燦、Snoopy、無名同埋為食妹等等。如果你哋都想揾一隻屬於自己嘅公仔，或者想送禮物俾朋友，就一定要嚟 Lock On 行街睇下啦。商場嘅2樓仲有呢間生活概念店，中意 Chiikawa 嘅粉絲就一定要嚟睇下啦。入邊有好多日本直送嘅 Chiikawa 公仔。最後就帶大家去埋港島南區黃竹坑嘅 The Southside 商場。呢個商場係港鐵旗下嘅，交通好方便，只需要搭到去黃竹坑嘅港鐵站 B 出口就直達㗎啦。適逢就嚟到萬聖節， The Southside 商場仲更加以 Eyes on You 幻彩森林為主題，由10月9號至到11月2號都會喺商場各個樓層都有唔同嘅 display。喺呢度推薦埋一間餐廳俾大家試下啦，就係呢間 Queen's Cafe 皇后飯店。下午茶餐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㗎。今次就試咗煎豬扒配羅宋湯意粉，羅宋湯湯底好濃郁，豬扒又大大塊，意粉都好好味啊！香
香港金鐘添馬公園對出嘅海域，最近更加舉行咗維港海上大巡遊，由10月25號至11月1號，喺海上都會有4大可愛公仔嘅充氣雕塑。如果你哋都中意呢啲 IP 嘅話，就快啲嚟打卡啦！大家有興趣嘅話，更加可以上網買巡遊市集嘅門票。今集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